第一次寫呢個跳唱歌，咁就好大膽咁樣同花姐講話，我可唔可以自己試下寫？喺沖涼嘅時候咧，就無啦啦諗起呢個 chorus 啦，下定決心去寫啦。跟住咁啱 Nana 就行咗喺我隔離，繼而寫出咗呢首歌本身我個 demo 嘅主題啦。今次咧跳舞有 tie 嘅主題啦，當我做咗呢首歌出嚟嘅時候，覺得呢一首歌可能需要一啲視覺衝擊啲嘅元素啦，咁所以就覺得擺落 tie 呢一件事係好啱數啦，因為有道具啦，有 tie 呢一樣嘢係需要花啲心機去練習多啲啦，因為你玩嗰條 tie 有好多嘢你要即刻揸得實啦，咁好多 timing 上面嘅嘢係要準確啊，咁所以係需要多啲時間去練習點樣同嗰個 tie 再自如啲咯。我覺得單睇呢個舞蹈 piece 嚟講都已經係好精彩，我相信呢一首歌嘅 live 係會好好睇嘅咯。今次嘅 MV 我成日都喺度笑話，其實呢一個 MV 係呢一個12季度 Jeremy 嘅一個額外篇啦。平時嘅生活係點啊？咁係喺個 MV 入邊，其實都係睇到我不停偷嘢啊，又遇到女主角 Sophie 啊，就發現咗佢銀包入邊咧有一張唔知咩嘅卡喎，俾佢整暈咗啦，跟住就有一場打戲啦。其實同 Sophie 第一次見面就要打交啦，咁所以係有個壓力喺度嘅，即係同一個陌生人第一次見面就要打交，都好驚會整親佢咯。因為平時見 Sophie 係好文青咁嘅感覺，好淑女咁嘅感覺，但係第一見面就要打交呢一件事係佢又好好嘅，即係大家都練習得好好，大家都係為咗件事好而全力以赴，佢都好 friendly 啦，同埋第一次合作嚟講係真係好開心啊，同佢。MV 今次有 total 4個造型啦，再令到自己 surprise 嘅可能係着西裝啦，因為好少有一個造型係令我自己覺得有種斯文敗類嘅感覺嘅。希望大家喺睇 MV 嘅時候都有一種咁樣嘅感覺俾到大家。除咗呢一首歌係自己寫之外，其實嚟緊都會出專輯啦，專輯入邊都有1-2首歌係自己寫噶啦，同埋有啲填詞方面嘅都有參與啦。咁希望今次呢個 album 有一啲感覺俾到大家啊，呢個就係屬於 Jeremy 嘅作品啦。